迎接暑假，家长也积极帮孩子准备各种活动。以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为例，每一年都会免费举办小小主播营，活动有别于学校的教学，提供多元新闻媒体课程和寓教于乐的体验，进一步让孩子增进媒体素养，分辨假消息。但如果家长是在社群媒体看到儿童填设比赛广告，声称活动有丰厚奖金和报名的优惠，要民众加入 LINE 并填写个资来报名，经事实查核单位调查，发现很多都是假粉专真诈骗，当心一不小心就会有财损。民间业者常常会在网络上用比赛的方式来吸引孩子或家长填写报名的资讯，产生不少诈骗的案例。在这边教育局呼吁，如果有看到网络上有不明的这个报名的资讯，要特别留意，尤其是第一个，如果有高额的奖金，要特别提高警戒心，避免说因为高额的奖金而诱惑去填写不当或是不明的资讯。第二个部分，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主办单位不太清楚的，要特别去留意，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粉丝专页有没有相关的留言，甚至是不是新成立的。第三个部分，我们现在的网站常常已经有这个认证的蓝勾勾，如果你发现这个网站不太清楚的话，要特别提高警觉。确实，避免诈骗已经是全民运动。在台南长期致力于幼儿教育的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设计各种幼儿音乐和亲子共学课程，也导入募集现场和焦点人物。要从小孩的口语训练开始，让他们清楚表达，说出好感度，并在活动当中融入防诈骗观念，成为孩子的第一堂媒体课。艺术中心呢，也在暑假呢特别规划了许多亲子音乐活动、艺术活动、粘土活动、绘画活动，对，相当多很精彩，然后很精致的活动。那特别，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主播口语训练营。那希望呢，这样的营队呢，可以在台南市更了解，让孩子能够更了解台南地方，然后台南的美好、台南的韧性、台南人做事的顶真，还有一些建筑物好美好的地方。但是希望也在这个课程内容，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也灌输孩子诈骗这样子的事情会在生活中层出不穷，所以希望能够特别的注意。对，那也会对小主播们希望小主播能够去宣导这样子的事情。打击假消息，提升媒体识读，已经是全民的教育，一起让谣言止于智者。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